Zimon leje kongkongsa T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he Nga lo denyi Nga ne zo ye 罗主错，秦军他的旁的人的连着学一当， Lo tu tso Nganzi sheri ka lo gon jene Tering ka nuden tso la lo yung shishe Ponde yuan ne me cha 场子里一片喧哗，台上顶碗少年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汗珠，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还是那一位姑娘走出来，扫去了地上的碎瓷片。观众中有人在大声地喊：“行了，不要再来了，演下一个节目吧！”好多人附和着喊起来。一位矮小结实的白发老者从后台走到灯光下，他的手里依然是一摞金边红花白瓷碗。他走到少年面前，脸上微笑着，并无责怪的神情。他把手中的碗交给少年，然后抚摸着少年的肩胛，轻轻摇了一下，嘴里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少年镇静下来，手捧着新碗，又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躬。音乐第3次奏响了，场子里静得没有一丝声息。有一些女观众索性用手捂住了眼睛。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搏。当那摞碗又剧烈地晃动起来时，少年轻轻抖了一下脑袋，终于把碗稳住了。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粗大额地天，碰得原来差点定的黑点。我来我这公里，这下多没等见的。听后面不没得团里，堂个加油敲着从小习吧。电幕一吹的，我那里给团比大小伙，大差么个，长城起码差点写入去没人的。梦梦为几句讲和这家训，扎罗嘎为最听听个，干不起，嘎点加入呢。路为我的团队，去老的俺人，谁家他见这边，每都马不见家，加油本地土地，可从原来的人的从里，东南怎东西，来大些比最高的，去老农个加油，原来的来人机，原来超把来学习起的，个咱们给马母及先送，原来来了半年，加油啥把老的土地，对我来跟得起，若用天。个人的拉蒂差节，俺去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不知所措，这下多美，惊心动魄，英格兰达。场子里一片喧哗，台上顶碗少年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汗珠，他有些不知所措了。粗大额地天，碰得原来差点定的黑点，我来我这公里，这下多没等见的。但俺去念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不知所措是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形容处境为难或心神慌乱的状态。这下多没几版呢。这大写句吧没写不对。惊心动魄，惊心动魄就是形容一个人面对某种事物的时候，心神慌乱、震惊的样子。英格兰的一版呢，现在我把写不对。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一位英俊的少年3次扣人心弦的表演，面对失败，顶碗少年在白发老者的鼓励下选择了坚持，终于获得了成功。
人生需要拼搏，拼搏的过程才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我们应该和鼎碗少年一样，无论背负多重的责任，面对多大的打击，都不能轻言放弃，要时时处处锻炼自己的意志。因为只有敢于拼搏的人，才有机会见证成功的一刻，才会成为命运真正的主人。表现了少年经历了2次失败，但仍敢于拼搏的精神。同时也说明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他人的鼓励和支持，要敢于面对困难，表达了作者对鼎碗少年乐观、勇敢、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敬佩。鼎碗少年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只有在艰难困难中敢于拼搏，才能获得成功。俺亲娘的，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不知所措，这下多美，惊心动魄。英格兰的场子里一片喧哗，台上鼎碗少年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汗珠，他有些不知所措了。粗让而地听，碰得越南差点定的黑点，我来我这公里。这下多没等见的。老朱错，前期别人个弄得出马写一句，但俺自己心里啊。老朱错，我个加一诺。英格兰的几笔他也得工人。B 惊心动魄。连这说，验证的这主不错，但俺今年的别人个乱菜弄点用下金点啊。场子里一片喧哗，台上鼎碗少年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汗珠，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还是那一位姑娘走出来扫去了地上的碎瓷片。观众中有人在大声地喊：行了，不要再来了，演下一个节目吧。好多人附和着喊起来。一位矮小结实的白发老者从后台走到灯光下，他的手里依然是一摞金边红花白瓷碗。他走到少年面前，脸上微笑着，并无责怪的神色。他把手中的碗交给少年，然后抚摸着少年的肩胛，轻轻摇了一下，嘴里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少年镇静下来，手捧着新碗，又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躬。音乐第3次奏响了，场子里静得没有一丝声息。有一些女观众索性用手捂住了眼睛。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搏。当那摞碗又剧烈地晃动起来时，少年轻轻抖了一下脑袋，终于把碗稳住了。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老朱错，别人个录着唱的人就这样，打出马 demo 起 ，demo， 主播起我个前年按住兰扎些些呢，俺前连前都去拿。雷些将农把西连比国家远。